宛如同款嘛是举半仔鸡店钓贼头，花莲吉安乡一个不三时咧做菜的贼仔，即届连续偷摕5间举半仔鸡店。为了挽护警报器的单，即个嫌疑犯先伫咧店内乱扫，了解四界环境了后，随爬去咧换钱机，甲信号线串断，搁再摕锁匙开锁，偷摕现金。短5天内，店头拢总损失13000外块。锁匙店的头家讲，即个嫌疑犯可能是用万能的锁匙，会当讲功夫真老。即马警察已经沿路调监视器电杆的画面，要用上紧的速度解掠起来。治安全无碍查甫人伫个半仔机头前行来行去，看起来真可疑。伊四界拢看过了后，就爬去咧换钱的机器顶诶，甲信号线串断，互保全的警报器袂单，煞落甲锁拍开，偷摕钱，尾啊离开现场。这个人就是专门咧偷摕半仔机店的贼仔。先看手头，然后后来就趴下去看地板的线路。就是拔那个无线讯号嘛，可能想要测试保全吧，所以去解保全的线路啊。花莲吉安乡为这个月初10开始，第一场半仔鸡店的换钱的机器钓贼头的案件发生。今年这迄天，更加是1点钟内钓4间店钓贼头，过程全部拢录落来。贼仔偷摕到13000外块，头家看过画面了后，认为犯法的手法真正是专业的人做的。隔壁的邻居觉得很吵，然后打电话给我。我想说我过来看一下，他过来看我的对币机，就觉得怎么它会显示没有钱。他偷完以后，他还帮你复原。嫌犯锁定附近的半仔鸡店犯案，实际去开锁店。头家讲嫌犯用的可能是万用锁匙，所以伊才会当这么简单就把锁拍开。准备太多钥匙会觉得蛮麻烦的，可能他们需要一支钥匙就好管理，可以开全部。因为窃嫌都在深夜作案，警方特别请业者能够每日清点机台内的现金，并注意防窃。目前警方会调看监视器，顺线抓人，会赶紧把嫌犯抓起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